的给阴谋。天那么溜的，从爱飞到那啥，飞到那啥，飞到老那啥变了，心都红，一代传走给思念。天那么尖的，短短两截，飞到那啥，飞到真正的自由。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谈下，平坦的草坡泥，下坡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，还更有给没痛爱喊起的安乐给抢了哭。阿 K， 你有那个事情二老先生讲吗？你知道资源回收室外面的字是谁写的吗？老师，这件事要走出来有较困难哦，你要加油哈。夜暝偌好搞进来，伊讲敢有本人欺负咧？你底下没有路况会骗的，迄嘛给你不用的嘛。有那个事情，做对老先生讲啊，好冇？你同阿 K 阿鲁爸有经过也同意嘛？我老记到啊，叫我冇讲冇爱啊。佮资源回收室老杯，迄事嘛给你吃的。我用滴啊，我要上滴也给样片蛮中嘅，先生，唔滴么？听穿穷上咩嘅，中年客追记啦。你迄咪迄推林太子迄边片手？资源回收室老杯佮有事刚被你写的啊。先生动作看到你在度，直接到阿鲁巴，迄咪迄林太子欺负你？所以你想要保严肃，就突然佮条骗的，用起用咩？唔系啊，唔系。爱就伫。我连读都沉默暴力啊！
小杰，过来啊，过来，莫走，你是强啊，下都本领太子欺负，你有啥？迄强过咧，莫老骗你讲哦。呀，你有啥去媲美咯？弹得太好了。谢谢。刚刚老师在问话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听到你的钢琴声哦。这样也听得到哦。我的心听到啦。啊，学校发生这么多怪事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不怕，有你保护我。哦，你还记得上次我给你听的那一首歌吗？记得啊。我弹给你听。好。嘿唔咩嘅？唔系啊，青好唔黑，廿尾来好告，做乜解啊？死娘炮爱告状，阿母头生我，还是呢？保尿布啊！来看一下，来跟我讲啊，来看一下。好的啦，唔用啥。学生的发生了事情本来就唔好吵呢，你加油就好呀。也着阮替好上了，咱真紧想要好好政治一下。休先生，唔是按急，恁俩吼，因就先面好了，可能用办应对加重啊，这样哦，这样都得到大事情发生，啊，小事情哦就发，对吧？快走，出事情嘞！有的啦。请问魏先生对于网络上流传的霸凌影片有什么看法吗？是的，孩子是我们的未来。今天有不肖分子在校园留下恫吓文字，而没有人发现，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拿着刀子进入校园。我是一个父亲，相信任何父母亲都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步入在危险的环境当中。哦，你问啊？唉，我就弟哦，我那个哦是啥物事？教育问题，家庭。呀，嗨，记者，可能你有做在做新闻嘞。所以，校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，孩子们在校园的安全已经亮。公园先生，恁俩这位弟，我怎么该无会接触公权嘛？你无注意啊！这个本期掠到咩政治嘅哦，利用哦。健康、平安的成长，保护校园，远离黑势力；保护校园，远离黑势力。听说普丰同学因为经费的问题，导致学校监视设备装设不足。对于这一点，魏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校园的安全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的。等我当上乡长，我一定会加强校园的安全，孩子的安全将会没有预算上限。费志礼，很高主讲，3个。乡长，无小安尼啦，记着就迄倒去讲咩？教遐总唔得摕草稿啊！根本呢啦，迄爱无老师人的教好，咱无记得好教，欺负中年客，爱啊，这很失礼哦。非是你就算你哦，心都出爽了，莫为乱瑕疵啊！
阿克，别方迄事迄唔写迄么？迄个身体都有嘛个无爽快的事情，听出去同妈妈讲啊，阿姨妹做妈妈的嘢，迄个爱生人哦，伫学校被欺负，唔同阿讲，使用阿哋模糊的方式表达，来听出去动手。我所谓乖，我帮妈妈笑。什么夫人按关心阿谦，很唔错，转去哦，阿天做要好好教佢。呀，事情哦，因为啦实在歹势哦，他是甲按摩汗哦，按落到，他是甲落雨到，爱想哦，迄咩，开始发射，谁是发魔咯？费事你，讲他办唔好再讲安尼咧。嘛汉吧，我再讲安尼。冇相干啦，哈，记得天初都给教嘅啊，错冇？冇相干啊，冇相干。讲起来哦，也就迄生人嘅事情咩，我本人哦，咩都按严重咧啊，这叫什么？庄主太牛，我来去教。什么庄主？李先生，其他你迄本唔准见的对数，哎，会啦，本人生年好好读书啦，啊。懂眼呐，本身人的啊，好好学习慎重啊，迄人啊，应该会做嘅。怎么敢安尼啊？爱听个人天数呢？天数嘛个东西啊，一下大家就要唠叨，个诗迄爱写个样片，迄爱编个。唔会啦，人都会输开战呢，团结强下是应该的啊。唔好讲假话好无？人家唔是假报，是真意。什么人系报数比咩？我呀，每位人天数变勇敢。哎呦，就唔系个本林太子欺负的啊！讲过咧，人迄强过咧。慢有人强过啦。无，唔系本林太子欺负到毕业无？错，我觉得运过也3年，毕业就好呀。讲到做嘛呀？我迄好心诶。我唔是好心。我讲的哦，几合理啊！阿克本人欺负都暗惨，伊心肝肚啊，天初有过度嘅压力同委屈，怎会同私下人逼疯？我想啊，我哋应该要好好对佢道一下嘅。我哋咯，天初我用无限的爱心跟耐心啊，来干发一个生意嘅。等一下，这是嘛个东西啊？乜嘅东西啊？无限的爱心跟耐心啊！不然呢？又唔系生人呢，讲唔迪士尼吼，做迄理由，沙飞鸿哪有嘛个无限的爱心和耐心？有人讲，以为好生的吼，本来就轻快，你做唔错事情就应该要改过，要发，那么汉败就会变作大家的问题。你观念几奇怪咧？唔脏唔滴咧，爱心太义务嘅物竞天择，唔适合嘅就拜拜。学生的哦，拄好教的时节就应该伫遐脱离。总眼看，看起来就会本人欺负，佮基友唔敢讲，像安尼啦，本人欺负的就点点，欺负你的哦就称怂，虚度沙飞鸿，我变嘛个，哈？教育唔係安尼嘅。啊，不然咧？邱先生，做嘛嘅特別同講法，我就感覺我講都講唔清楚啊。佢就冇講啊。
我绝对哦，要感化了着生意嘅心嘅。写的吗？他会不会跟电视上那个国中生一样啊？只是因为姑姑很吵，就乱砍人哎？说不定哦。我妈妈说，那种人都有病啊，搞不好他就有病哦。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得罪他啊。哎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干嘛这样讲人坏话？同学，我们今天要学一首新的曲子哦。音轨会弹哦。好，我们一人一张哦。拿到歌词先看一下。这首歌的曲名叫做《仙仙河水》。那歌是这样唱的。声好上大，太语面好上大，上大天无，唔系大到你就本应大。阿公带你的人他做太礼貌，声音来喝酒水。掌握江水，新鲜河水，阿 Q 带条好条水，沙流强留下公母海，咸咸酥。秋水的鲜味蜜水，味蜜水掌握江水。新鲜河水，阿公教你喝蜜水，伊只十古得到贪都像得米，调兵吹吹调我是，调兵慢慢调沙巴，阿爸。阿爸钓汤尾，下钓无情就牵他手拍鼓，新鲜河水，阿婆做下切姜丝，阿公讲起咸咸做到太鲁嘛。新鲜河水，阿婆做下切姜丝，阿公讲起咸咸做到太鲁嘛。声音好上大，太语面好上大，上大。大到你就本应大，阿公带你人他做太礼貌，声音来喝酒水，到太来掌握江水，新鲜河水。你做乜嘢？兄，幾樣嘅？你講係唔用嘅？你係用嘅？還不聲音？你啊，俺叫什麼？兄，變數就變數，愛搞了吧？看你沒懂好嘛？唔關就講嘛。阿妹妹啊，
你上死黑嘛？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死啊！咩？死啊！万爱，清货到嘿，莫连提个到。今日做一次，马个都唔敢讲，唔就巴肚，无人伫咧事情很做个啊。唔知嘛该？较差唔多诶。我要杀光你们，写的好好看哦！杀光你们，然后呢？伫倒暗道，用咪去老骗人讲。中医癌，黑毛。来讲过诶，我摕古早。癌弟，要咩到七家？弟尾喊动脑捏咯。拿来哦！来，抓好啥？我刚刚的事情，你死呀！碰人这皮肤，你孬种，你孬种，俺让你扁！很痛哦。哪了啊？不过你抵死耶！我勇敢噻，勇敢噻。唔怕，你冇中唔错。都诶。拜拜。刘飞伦，迄讲天公你林太子，有可能要本人出番呢，不管用诶，唔好让俺们讲，俺本人大嘅事情哦。老佮讲免无效，而且要老事情，免都行较惨。唔做得报复爱无？无人做得报复。抢一个，做得不负一个。好声好嘛？唔好讲啊，好无？哟，你很用的啊？啊？唔见本日，做乜解无人甲天公拍？迄爱不令太子欺负呢？你爱讲来咯？啊？你做错事情免老爱讲啊？你看事情老太嘞，你爱讲来咯？一个迄野海的凶手，一个有可能迄彼得的凶手。你会爱讲来咯？啊？古典七个，按吃屎！吃屎！我吃屎就唔要管你的啦！
当成冇有搞呀？我还关心你呢。俺唔是很关心呐。我信仰唯的天主，全能的神王，天地万物。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，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在这万世之前，永不出生。他是出自天神的主。天父，乃有罪。你会老天父讲，还是天天人爱讲？你知道的。还有18嘛，佮圣经有讲过啊，迄有人打人的左边嘅面，你会转过来，右边嘅面你会帮你打。讲乜解喏？讲颠倒嘞啦！还有。你的哪意思啊？吼！你有老派差兄弟呀？唔过礼拜，我正经唔伫，虽然马仔喺后面，马仔喺反面。3体啦，你按钮，我未到切噶。你用米来骗你讲，我又唔惊。你做到当好，我同伢爸爸全注定一生忙地做。伢爸爸不喊卡爱你，伢奶奶乖妹。我打到安尼，就伫我上大。阿爸，一摆迄爱本人打呢。看过啦。会痛呢？人家伫会痛啊？无去打中年客，叫我打人嘿。佢咩生爱呢？无去领去，叫我咩生嘿？阿爸唔想爱，爱不应欺负，喊妈爱。算了，我去老阿婆讲哦。我痛啊，都是你阿婆，我较怪着诶，啊？铁皮，我惊欺负你，又去中年客，然后夹没支持的现象中嘞，你什么会都买啊？我就要欺负佢啊！恁娘为什么会怪啊？
我记得咯，莫再欺负骗人的啊！尤其迄中年客，你留佢做好朋友，对嘛？唔系相关啊。哈？安尼哦？太子有鸟的无？哦，无鸟的就好啦。哎呦，董事你哦，什么乡长无计较啊？好，那等一下哦，一定会好好老记讲。好啦，张来了哈。周年天，出来。牛妈的事情，要老爱讲的么？冇。再给我讲一遍，快点。一定要让讲法呀！有人讲吗？啊？牛妈的事情。一条要骗人老爱讲嘞，我怎么抵得喏？哈？老爱讲，你老慢人讲喏？有爱讲吗？唔讲哈？唔讲，我就打你了。好。唔讲就可以嘞，怎么好起来？乡中家来填吧咧，佢讲两摆就算咧。不过，佢讲算咧，冇代表俺眼容易哦。唔怕，天赋哦，點解無人你雄大？基本眼量矮啊。你好。唉，神父愛我嘛。过去让它过去，过去啊，除非过去咧。伢个耶稣咩高神按久咧，你还没打你了去讲吧？你这梗很烂哎。上摆吼，把讲伊好友解什么哟？有你用办？系做顶用办，那又冇数据。你俩弟有冇每盘手机了吼？现在啦，那又用唔到。不过吼，讲实在话啦，你好搞安多事情吼，那就是动手呢。唔是手啦，真件会吃你嘅，唔会出手。也错啦。你才好搞发生事情哦，你会让我讲吗？搞危险，可很麻嘅事情啊。你还好劲哦，大白摸纸摸劲来硬硬打打。神父爱我吗？天父爱你。弟兄，这摊子哦，必须有训练的，两口就会安心。痛哦。来，热敷一下，明天就不痛了。老板娘，你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
要吐毛？有个时间，你不爱吃的。我是一个做到董事派的阿妹，我想要让你听书，不过唔记得我娘会做账好。你有无盼盼人来听书？本人欺负的人，唔是唔呢？我还要去上课，还要去改面对。你是谁来的呀？你有好多年的报复起家呀？嗯？点点空起来，就会报复我自家的方法。到底你都好个发生乜嘢事情？啊？你做得老爱讲吗？温妮，给明年的包子，先一份含了。哎妈个！你想养命啊？给俺钱！这会啊，这会啊！千万不爱啊！给俺钱！有，我操！你敢说这会啊？不爱了！我在问一摆，有冇人知佢條事情啥呀？冇。真好，不過咪問，全就講冇，連阿爸咩都唔講，其他事情也會處理。啊！要你啊！这我。小鸡呀！啊！小骗子，小。
在笑啦？高总，美家家迄美国边的妹，爱到也无方便讲嘛该。啊，生个呢啊，咱想着转班。两位先生啊，转班是做唔得嘅。有冇做唔得？那生个喏，咱们来成绩表现强健点滴啊。计迄讲吼，转班转唔得，你转好好的啦。大家转好啊。我你这。各位大总，俺你们迄苏会长，区区张选举抹黑文宣，就本太去甲讲，俺买迄现金票，俺做得接输咯。根本就是，家家还应叫讲，佢唔敢来学校。李夫人啊，你啊记住，一天有马无费啊，哦，那会查清楚。俺做得有马无费。各位家长，也系选举抹黑啊！俺下国军呢，也差咩冇啲不卡，其他都有嘅事情，还特别交代俺讲要冷静处理。俺还记得前一步嘅，就提起一件判公司，国军呢老乡总讲好嘅话，讲我本身人哋好好读书，讲我本太起卡。一类干净的选举，用电脑，上某一叫的时间，还冇人去读到安尼的事情，给抢下来生意。其实俺们没这种意思啦。你条太去甲赌，甲海因吵讲，我真好，我真嘅唔对用解释。这就是真嘅咩眼冇系写嘅啊，系选举冇系。好啦，我同你哋啦，他搞出用咩啦？爱主题啦，也去样片，咩唔用嘅吼，免存共同感，我还唔信，天使嘅面，魔鬼嘅心啦。呀，嘿，你现在嘞，天使的面，魔鬼的心。你干嘛去笑啦？他自己干嘛啦？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讲话啊！你爱他爱到瞎了，还帮他讲话？反正不可能是佳佳美，怎么不可能？同学，回座位坐好，上课了。同学，学习判断是非对错是人一辈子都需要学的功课，千万要记得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不要让我再看到这种东西在学校里面传来传去。谁被我看到在传的话，我一定会严重处分。简明春呢？不知道。啊，算了，课本拿出来，翻开第95页，上课。困爱做埋，用偏爱。
讲，迄唔迄因讲的？唔迄爱啊，真嘅唔迄爱。唔迄因系有骂啥？真嘅唔迄。你总嘛要好因爱啦，硬要迄味道唔好诶。按用对硬要好到牙班地么？硬很老都因迄硬要骗人，竟然很老骗人讲。我真嘅无老林太子讲啊。硬很老都因迄强过咧，结果咧。明天早上有出门啊？可是他没有来学校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简妈妈。有没有人讲啊？讲没讲，阿妹存金文少顺，冲来夹把严家咧，其他都叫来上课，我只有迄奈喏。用诶，都会学生诶，关心一下咩？报告，来，迄你做嘅无？莫叫啦，莫叫。先生唔迄意思，先生咩啲无可能迄唔啊。不过迄唔迄名都乜人啊？你为因为安尼讲咯？安迪，先生，佢唔點樣用家啥？佢真係動眼風嘅。好啦，冇事情啦吼。迄個有人拿要来咱咯，要老先生讲，好冇？啊，冇事情。国风音乐节。对啊，要求味道，要叫这个姑娘用啥端出来个牛肉啊？请记14秒诶，你跟老人讲迄么个非常痛。那冇会参加？你合唱团啊？方老师，我们叫大志，可以加入合唱团吗？去暗涌，只可人来人同，还不如自己先冲。